为着要降低掠鱼对海岸甲海底的影响，协调海洋文化基金会当咧进行海洋绿洲计划，要找出海岸海底活动的海蟹，申请重要生态地认证，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设海洋保护区。 台湾东部海峡是鲸豚重要的栖地，不过因为有乌条海流，所以渔业活动也真多。人类伫海上的渔业活动，拢会对鲸豚造成一定影响。为保护它，就要找一个未被干扰的海峡。我们希望帮这个鲸豚的生态，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区域，把它盘点出来。比如说繁殖啊，或者是觅食啊、休息这些地方是很重要的。那如果这些地方确立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边定一些管理的规则，跟渔业的活动可以做出一些区隔？ 这项叫做海洋绿洲的计划已经执行3档，调查记录船只的活动、海洋本数、加渔业的作业范围、加方式，并且查出海洋动物重要栖地范围，要向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申请认证。 让台湾这里的资料可以去申请 IUCN 的这个 IMMAS 海洋部动物重要栖息地的一个认证。那希望透过这个认证，可以帮助我们加速，就是台湾这样子的推动，就是能够让划设保护区的策略，它能够是尽早达成的。经过调查，伫花莲海峡鲸豚的种类大约有20种，对中小型的海船海猪、佛氏海猪、灰纹海猪。 到大型的海岸、须鲸、抹香鲸，拢常常出现。有当时附鲸也来，这么上重要就是安怎让这款鲸豚会当安心来遮洄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